野火啊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深山？就是捍卫政治、做事公益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他不以舌头力帮人，不偶待朋友，也不随或黑帮邻里。他眼中那是非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，那贻害无辜，沆着血誓的人必永不动摇。